今仔日半暝2点外，台南永康发生严重火灾。起火点疑似是一间塑胶工厂，火势烧了真紧。边仔的徛架甲工厂计共有13户也受牵连。消防人员用要4点钟的时间才将火势控制落来，也救出2个民众。不过有一个76岁的妇人人，后来发现的时就已经死亡。 大火甲暗暝拢拍光，阁不断传出着爆裂声，几落户拢有明火，消防队出动着破坏器材。甲铁门用拍了后入去拍火，这位伫个22号半暝2点外的火警，有可能是其中一间塑胶公司庆白烟了后开始着火。内底因迄应该是无大人，是阮这2间有大。因为风向的关系，火势一直传波及着2边的徛架，阁有工厂，拢总有13户焚烧着，嘛死着一名76岁的妇人不幸死亡。我是风向比较凌乱，而且风势也大，所以造成现场燃烧。 总共有13户，57号有总共救出2人。那在45号的2楼发现1名罹难者。初步将这名妇人被发现的时阵，倒伫塑胶公司的2楼，有可能是毒机的是大人。这场火出动上100位警力烧到现场，火势伫4点钟内底控制。消防局表示，详细的起火原因阁有造成的灾损，由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赵宽台南报道。